籌備推出黃金期貨交易，今次已經唔係第一次推出有關產品，點解再度涉足黃金期貨交易呢？本港曾經喺1980年代、2008年同埋2017年推出黃金期貨交易，但反應未如理想，成交疏落。咁點解今次有信心唔會重蹈覆轍呢？本港曾經係全球第4大黃金期貨交易所，排行喺美國、英國同埋瑞士之後。不過1980年代之後金價大跌，黃金期貨交易隨之大減。今年以嚟，黃金嘅避險作用提升，多個國家央行持續增持黃金，黃金現貨需求增加。本港計劃豐富多項基建配套，包括黃金倉儲擴容到2000公噸，並同上海黃金交易所合作，建立黃金中央結算系統，提供國際標準嘅清算同埋交割。據報銀行業亦都會提供服務，增加黃金期貨交易流通性。本港趁住黃金大牛市，通過同內地合作，構建國際黃金交易中心，唔單止係推出一種嘅投資產品，而係要為加強國際金融中心嘅競爭力。